续来看，警察抓到第一件越南失联移工组成的山鸟鼠集团。有一个越南籍逃走的移工，走去做山鸟鼠的捆工，时间一个久，竟然家己做山鸟鼠的带头。率领嘛是逃走的越南的移工，伫个南投的山区逃出去落去，也毋过老早就去互警察控着咯。趁伊伫个旅馆要交易的时阵，攻破门，甲人总砍起来。都不要动！不要动！趴下！叫你们开不开？ 警方把门弄开，甲房间内9个人全部拢压制掉咧。伊拢是越南籍的移工，逃走了后假做山鸟鼠，专门偷摕珍贵的行李器，即马被伫宿舍被查到。请因的单身主嫌，警方嘛伫同一时阵伫旅馆内将伊逮捕。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坐下，不要。 警方掌握到单身主嫌甲买主伫旅馆交易的线报，因看到警方来咧，拢硬气。 只好乖乖坐伫床顶认罪。主嫌单身男子，伊是越南籍的，对捆工升级做山鸟鼠集团的主谋，找来共乡落跑越南移工，做伫南投山区偷采高贵木材转卖。不过因想袂到，这个违法的行为早就被检举，嘛是第一件由失联的越南移工组成山鸟鼠集团，即马全部被抓。木头的原块还有树瘤，原木的部分有16块，还有一批树瘤。 算算的这珍贵木材价值200万，警方嘛已经根据线索咧追查，是毋是还阁有其他共党的涉案？